请继续来看这个3月初3，全台湾大停电。经济部长甲检讨的报告送到行政院，讲是第一线的人员操作错误甲监督不周。台电的董事长甲总经理请辞，行政院嘛准咯。也毋过，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个任内2年有4届的大停电，也是坐位坐甲在，引起着喊话。在野党的立委痛骂政府无是非。行政院伫苏贞昌是讲。王美花有讲，要负起着政治的责任，是伊家留落来，讲到爱留落来解决问题，才是负责任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赶紧入去立法院，无接受采访，因为3月初3全台大停电，台电董事长杨伟虎、总经理钟炳立辞职负责，要过王美花留任。王美花部长有再次跟我表示要负起政治责任，我告诉他把操作、管理，甚至于电网韧性种种的问题，6个月内来找出来盘整，怎么样来解决才是负责任。兴达电手初3因为人为疏失造成全台湾大停电，经济部伫初7提出检讨报告，认为第一线的操作人员的技术操作错误、监督不周，也毋过2017年815大停电，当时经济部长李世光随时职。来看王美花任内2年4摆大停电，阁不动如山，在野立委真不满。政府没有是非，没有对错，王美花部长当然要下台。有政治的这个 back up 或者靠山，就好像可以稳坐这个位置哈，这个才是我们不解的地方。折损的还是整个内阁自己的这个形象。这样他下台所带来对我们现在经济部件的损失，会大过于所谓的在就责上面所要付出的代价。执政党立委出面替伊讲话，雄雄失电，这毋但显示咱台湾的电网的脆弱，嘛互经济部长的气流，佮引起讨论。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